慢工太用力會爆血管，聽落好似搞笑片情節，但其實係真係有發生過，而且絕對唔係講笑。係咪真有其事？係真㗎。呢單新聞指嘅係一位台灣中年男子喺魚刺期間，因為用力過猛，導致腦內血管壓力瞬間飆升，引發出血性中風，俗稱爆血管。醫學上呢種現象叫做 Valsalva maneuver 雅士動作。當你閉氣夾硬用力嗰陣，胸腔壓力會急劇上升，血壓會好似坐火箭咁衝上去。如果本身血管已經有啲脆或者有隱疾，呢下谷氣就可能成為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條草。屎坑生死戰點解會谷出屎？想象下，你個身體係一套複雜嘅水管系統，如果你個出口塞咗，你仲喺上面係咁加壓、加壓再加壓，啲水血沖唔走，咪唯有個弱點爆出嚟咯。好多時大家以為大便係練緊腹肌，其實你係喺度挑戰緊自己條血管嘅韌度。湖光大發，點樣優雅地交火？想每日出貨平安，唔使好似生死時速咁。記得以下呢幾招，一係做思想者，要做蹲坑者。坐喺座廁時，喺腳下踩張矮凳仔，咁樣可以令直腸同肛門之間嘅角度變直，等條路順晒，唔使谷都出到。二、呼吸大法，千祈咪閉氣，用力嗰陣記得要呼氣。你可以試下發出嘶嘶聲，或者慢慢吹氣，咁樣可以防止胸腔壓力過大，保住你個腦袋。三、纖維係你嘅好隊友。多菜少肉呢啲廢話我就唔多講啦，重點係要飲夠水，冇水啲纖維喺你腸入面只會變硬崩崩嘅磚頭。四、唔好亂戰，入廁所唔好帶手機，坐得太耐會令肛門周邊血管充血，5到10分鐘仲未有聲氣，出返嚟先啦，緣分到咗佢自然會揾你。溫馨提示，如果你發現自己長期要搏命先出到貨，或者有心血管問題，建議醫生傾下，或者食啲軟便藥，唔好喺廁所度做壯士。你想唔想我幫你講下邊啲食物最通便，等你可以輕輕的落，正如你輕輕的走？介紹下通便最強陣容，呢啲嘢唔單止纖維高，仲有啲天然潤滑作用，幫你條腸開綠燈。腸道清道夫通便食物推介：麒麟果 Kiwin Fruit 通便界嘅核蛋含有大量非水溶性纖維，食完通常好快就有反應。西梅乾 Prunes 除咗纖維，仲有天然山梨糖醇 Sorbitol， 可以幫腸道吸水，令便變軟。秋葵 Okra 嗰啲殘其實係黏蛋白，可以保護腸壁，令便滑溜溜咁彈出嚟。奇亞籽 Chia Seeds 吸水後會變成果凍狀，增加便便體積之餘，仲有潤滑效果。火龍果、奇異果、黑色細核可以刺激腸道蠕動，係比較溫和嘅選擇，進階通便。小貼士：油脂係必須嘅，好多人減肥滴油不沾，結果腸道乾到好似沙漠咁。適量嘅橄欖油或者牛油果可以幫你滑腸。益生菌 Probiotics， 飲乳酪或者食納豆，幫條腸養返好啲打手。益菌等佢哋幫你推啲貨出嚟。飲水要量，更要時朝早起身飲杯暖水，可以啟動萎結腸反射，話俾條腸聽要開工啦。當然情況嚴重嘅就需要醫生幫下手啦。祝各位暢通無阻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係非常一般707，下次見。